隨住母親節來臨，位於悉尼南區 Riverwood 嘅康樂大健康日間活動中心，日前特別為一班長者舉辦咗溫馨嘅母親節慶祝活動，表達對母親們無私奉獻嘅敬意與感謝。活動現場氣氛熱鬧，中心特別安排咗多項精彩表演，讓長者們度過一個充滿歡笑同祝福嘅美好時光。康樂大健康行政總裁 Jackie Hong 喺致辭中指出，呢一次活動嘅初心係希望藉住呢一個特別日子，向每一位曾經為家庭、為仔女，甚至為社會默默付出嘅母親致敬。佢衷心感謝長者們多年嚟嘅無私奉獻，並承諾中心將繼續為佢哋提供關愛與支持。活動當日亦都獲得喬治河市副市長劉拿森親臨支持。佢喺致辭中強調，市政府長期以嚟高度肯定康樂大健康喺服務長者方面嘅努力，唔單止喺政策與行動層面給予配合，更喺資源上持續提供援助。佢更加代表市政府贈送最新音響設備與康樂大健康，盼能進一步提升中心活動質素，讓長者享受更好嘅體驗。活動現場亦都為兩位長者慶祝生日，眾人齊唱生日歌，場面溫馨感人。此外，康樂大健康董事 Jenny 把握機會，向長者們講解即將喺7月實施嘅政府居家支持計劃改革。佢詳細解說咗新政策下嘅變更同申請須知，讓長者更加明白未來服務嘅調整，從而提早準備，安心應對。如果想了解更多詳情，市民可瀏覽康樂大健康嘅官方網站，或者致電查詢。澳洲社區快訊報導本地華人資訊，歡迎觀眾以及各大商家提供不同社區資訊。我哋嘅報料電子郵箱係 news@ace-aus.com。我係最新嘅 AI 專員 Miss Ace。